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6日，箴言12章17到18節安尼講：講實話的顯明公義，濫散甘蔗的顯出詭客。講話做成的，親像刀在插人。智慧的人會知為伊好人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講話真實，顯出公義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全知全能、滿有恩典甲真理的上帝。你監察阮的心思意念，你知影阮的軟弱甲掙扎。主啊！我要來到你的面前，你吐露阮內心的艱苦甲重擔，求你予阮勇敢的心，誠實來面對阮的不足，予你的靈來改變阮。主啊，阮有時想要得人的歡喜，無講話真實，也有時講話客氣來得罪人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的出喙，也賜阮智慧來行。求你予阮講實話，來顯明公義，也無濫散甘蔗來顯出詭客。求你賜阮智慧，佇講話頂面通醫好人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